Hello, welcome back！ 大家好，欢迎回到一周的视频工作室。在过去消失的2周中，我回到了我的家乡秦皇岛。那么这期视频，我想跟大家聊聊我这次回国的感受和见闻。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开始吧。这次回家，我带上了2位毛利老师。那么9月3号就是我们落地中国的第2天，刚刚赶上反法西斯抗战胜利80周年。当时我的毛利老师也是非常感兴趣了，观看了整个的阅兵过程。那么在阅兵过程中，解说员说到，对历史最好的纪念就是开创新的历史。当我把这句话翻译给我的毛利老师的时候，我的毛利老师非常感慨地说，这简直就在像说毛利文化。其实当下我对这句话没有很留意，但是直到后来来到了我的家乡秦皇岛，站在了长城的起点老龙头，我忽然明白，长城这千百年的故事，早就把坚守本源与文化融合描绘得清清楚楚。了解长城的小伙伴们一定知道，老龙头作为长城唯一的从海上的起点，最初它是一座非常坚实的军事防御工具，古代的将士们也常在这里站岗巡逻。那么这就是长城的守住家园，守住文化。但有意思的是，慢慢，古城脚下的小路由巡城的士兵变成了来来往往的商人，关里的丝绸茶叶，关外的皮毛药材，都顺着这个咽喉要道进行交换，甚至是各地的习俗也慢慢的开始融合靠近。于是到最后，城墙不再是隔绝内外的边界，反倒成了大家友好往来的纽带。而这就是长城的融合，不丢弃守护初心，也愿意接住交流融合的温度。这次回去，我带2位老师参观了当地的长城博物馆，也在山海关古城的老街看当地的孩子在街道上玩耍。我们保护长城，留住古城，并不是非要守着老规矩不放，是这里藏着我们是谁，我们的根在哪里。就像长城有守有容，文化少了哪一样，都会少了生命力。我的毛利老师说，在新西兰现在有 Kohangario Tekura Kopapamauri， 让年轻一代的毛利人可以学到毛利语以及毛利的传统狩猎、草药以及多种毛利传统知识。可是现在新西兰的政策有没有给想守住自己文化的这份热情搭把手呢？在回来的飞机上，我一直在想，其实文化没有绝对的好与坏，但是如果忘了自己的根，就像长城没有了砖石，有个轮廓，却没有真正的灵魂。让我们的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文化有值得坚守的底气。同样在毛利文化里，新一代的毛利年轻人用自己的传统在国家议会上发声，花时间学习本族语言，和我们守护长城、守护中华文化的初心是一样的，都是在为自己的文化找一块可以深深扎根的土壤。这次回家，我的感触也非常的多，我也看到了在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中，有着非常非常多宝贵的文化传承和知识。你有没有要和我分享的，在你的家乡或者是民族文化中需要被看见、被保护的珍宝呢？欢迎来我的评论区下留言。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Kakiteano。